陰陰濕濕，原來匿埋咗喺地下室。你好，我係金魚，歡迎嚟到我嘅超自然現象同埋神秘學節目。如果你鍾意聽我講故事，記得撳個 like、留言、分享、訂閱、開埋通知，亦都歡迎你留個 Super Thanks 同埋加入會員嘅。咁我而家開始講，就請你留低陪我聽到尾啦。一般嚟講，如果話有啲咩地方係屬於醫療機構，又可以同靈體聯想埋一齊嘅話，多數就係醫院噶啦，尤其是係醫院嘅殮房。而通常診所啊或者化驗所啊呢啲咁嘅地方呢，就好少有人話見到啲古怪嘢嘅，尤其是係牙醫診所，我聽都未聽過。但係原來又真係會有嘅喎。你諗下，萬一你睇緊牙，瞓喺嗰張診療燈，擘大個口望住上面手術燈嘅時候撞鬼，都真係幾濕滯噶。今次呢件事就唔係發生喺香港嘅，而係喺台灣。而呢間牙醫診所嘅裝修陳設亦都唔係咁普通。咁當然個故事亦都係比較特別啦。就等我而家將阿文山嘅經歷講俾你聽啦。文山有個同居女朋友叫做怡君，佢喺大學畢業之後就去咗台北一間牙醫診所嗰度做助理，一做就做咗7年啦。表面上診所嘅基本裝修就冇乜特別，同香港嘅牙醫診所都差唔多嘅啫，係地方再大啲咁啦。而最唔同嘅就係間診所有個地下室，嗰度就係員工嘅更衣室兼休息室，方便啲員工做到攰就落去唞下，同埋返工放工換衫嘅。喺地下室仲放咗部電視同埋梳化喺度，等啲員工休息嘅時候就可以更加舒服，更加放鬆。所以咁樣嘅工作環境都真係幾好噶。當然喺香港就梗係見唔到呢啲咁嘅情況啦。一來每個地方都唔同，台灣就有唔少單棟屋，又或者係層數比較少嘅大廈，呢啲建築物就有地下室嘅。再加上佢哋地方比較大，咁自然就冇咁孤寒，捨得將啲地方撥出嚟做慢生活。睇返香港就唔係啦，除咗係因為要遵守建築條例呢個原因，所以唔係好多建築物有地牢地下室之外，仲係因為香港人口太多，環境太過逼仄，就算有地下室啊，都用咗嚟做酒吧、餐廳同埋零售特賣場啦。冇咩人會咁嘥，特登攞個地下室嚟俾員工做休息室嘅。嗱，講返間台北嘅牙醫診所先啦。其實喺嗰度做嘢都唔錯噶，除咗有咁好嘅地下室做休息室之外，佢哋嘅工作亦都唔算太忙。老闆份人亦都好隨意，唔會催逼啲員工，所以個感覺都還好嘅。唯一令到怡君有啲在意嘅嘢，就係曾經有一個都做咗一段時間嘅醫生，佢喺離職之前同所有同事講個地下室有啲問題，但係當時佢又講得唔清唔楚，所以大部分嘅同事都冇乜點理到，又或者應該講想理都唔知點理啊。就喺嗰個醫生走咗之後，診所嘅老闆就話自己有啲私事要處理，所以就要出國1個月。亦都因為咁，本身跟開老闆嗰啲病人呢，喺呢1個月裏邊就唔會嚟噶啦。因為牙醫啊嘛，基本上好多工作都係同檢查有關，又或者係洗牙同埋補牙之類咁嘅嘢啦，多數就唔會係啲乜嘢緊急到死人冧樓嘅 case， 所以基本上嗰啲病人都係等得嘅。喺呢1個月入邊可以暫時唔嚟改時間都好正常。咁當然亦都有一啲緊急少少嘅病人會求診，咁呢啲病人就會交俾另一個喺度掛診嘅合約制醫生，只不過呢個醫生就唔係日日都返嚟應診嘅，所以相對上喺嗰個月裏邊，診所嘅工作都係比較清閒，比起平時再舒服少少。咁當然就算成間診所冇醫生當值都好啦，做助理嘅都係要返診所如常開工，只不過就冇乜嘢做咁解嘅啫。咁既然都冇乜嘢做，所以助理嘅日常工作都係由怡君同埋診所另一個女助理用輪班制咁嘅方式去返工。呢一位女助理個名就叫秀英，
佢同怡君一樣喺診所嗰度做咗好多年噶啦，都算係老臣子啦。做慣做熟嘅佢，真係當正診所係自己屋企一樣。見到出邊條街冇乜人，佢就索性落半閘，走去地下室嗰度攤喺梳化睇電視。就喺老闆話出國嗰段時間，有一日秀英蛇王灘頭到差唔多傍晚，佢突然間聽到樓上即係地面鋪頭嗰度有人拍診所度鐵閘喎，於是佢就急急腳行上去應門啦。點知出到去診所門口拉開道閘，發現一個人都冇，望出去條街亦都冇乜人喺度行過，咁佢就估實係啲死僆仔手多多玩嘢啦。但係人都揾唔到，咁冇辦法噶啦，佢就唯有行返落去地下室繼續睇電視啦。當佢行緊落樓梯嗰陣，佢先至醒起頭先因為太急衝上樓應門係冇熄到電視嘅喎。咁點解行落去地下室嘅時候會咁靜，一啲電視聲都聽唔到嘅呢？佢就唔夠膽諗咁多，所以就安慰自己可能係記錯啫，實係頭先順手熄咗電視唔記得啦，冇事嘅，唔好自己嚇自己。佢行返落去地下室嗰度坐喺梳化，諗住繼續睇電視。當佢打算開返部電視嗰陣時，啪一聲，地下室嘅燈全部熄晒，呢一下真係唔講得少啊！秀英即刻就嚇到半爬半跑咁樣衝返上樓，再離開間診所，走咗去隔籬間便利店嗰度定下驚。話晒都24小時營業，傍晚時分就一定有人嘅，個心點都會定啲啦。但係個心定都冇用啦，細膽嘅秀英根本就唔夠膽自己一個人返去診所。於是佢就打電話畀怡君，又估唔到怡君都好夠義氣喎。聽到啲咁恐怖嘅嘢，怡君就叫埋自己嘅男朋友文山過去診所一齊陪阿秀英，諗住多個人可以壯下膽。仲有就係萬一有啲咩事發生，有個男人幫下手，點都好啲嘅。由於文山一向都有靈異敏感體質，對啲古怪嘅嘢係會有感應嘅。咁佢哋三個喺便利店匯合咗之後，秀英就好唔客氣咁叫阿文山落去地下室感應一下，睇下係咪真係有污糟嘢喺度。文山聽到秀英嘅口氣好似老馮要幫佢咁，當然就唔係咁高興啦。佢又唔係道士，又唔識捉鬼，感應到又點啫？呢啲嘢就梗係小店為妙噶啦嘛。如果唔係自己個女朋友叫到佢幫手去撐台腳啦，仲要喺度招呼秀英咩？為咗唔想煩啊，於是佢就唯有求其安慰下秀英，叫佢咪亂諗嘢，熄燈都可能只係咁啱跳 fuse 啫。不過秀英就聲淚俱下咁話，地下室個燈掣好特別嘅，係撥上撥落閂燈開燈嘅時候都會有好大聲啪一聲，而且佢當時就好清楚聽到係燈掣嘅啪掣聲，肯定唔係跳 fuse，一定係有啲外部勢力去熄個燈掣噶啦。見佢個情緒咁唔穩定，文山同埋怡君都互相打咗個眼色，決定送咗阿秀英返屋企先，之後再返去診所幫阿秀英執埋啲手尾。安頓好秀英之後，當怡君佢哋再返到去診所，喺櫃台嗰度整理文件嗰陣，文山就聞到一陣臭味，於是佢就周圍揾下嗰陣味係喺邊度傳過嚟噶啦。佢行到去地下室嘅梯口，向下一望就見到梯間有隻死老鼠，唔知隻嘢死咗幾耐嘅，不過就真係臭得好緊要。秀英頭先明明喺度嘅，仲要上上落落睇電視，佢見到咁大隻死老鼠都唔去處理，反而係咁話自己撞鬼，都真係幾古怪嘅。而除咗死老鼠嘅臭味之外，文山仲感覺到地下室有一種壓迫感。當文山都猶豫緊好唔好落去睇下嘅時候，怡君就行咗過去樓梯口，佢見到隻死老鼠就嚇到尖叫，雖然係又驚又厭惡，不過佢都唯有係忍住處理咗隻死老鼠先。搞掂完之後，佢就即刻打電話畀阿秀英，就話落地下室個樓梯咁大隻死老鼠咁臭，秀英都唔處理，
唔係想擺喺度做展覽係嘛？不過秀英就話頭先佢根本見唔到嗰隻死老鼠。咦？咁睇嚟，一係就係佢哋送阿秀英返屋企呢段時間，有隻死老鼠突然間喺樓梯嗰度死咗，兼且急速腐化；一係就秀英一直都俾鬼迷到咁大隻老鼠屍攤喺度都見唔到。不過就算係邊一個可能性都好古怪嘅啦。如果係後者就更古怪，因為多數老鼠都係死咗幾日先至會發臭嘅，咁冇理由喺呢幾日入邊連阿怡君都睇唔到嗰隻老鼠嘅屍體嘅喎。就係咁俾隻老鼠分咗心，文山始終都冇落到地下室，佢只係陪怡君執好嘢，再幫間診所拉閘閂門，跟住就同佢一齊返屋企啦。過咗一段時間，診所個老闆依然喺外國，仲未返台灣。有一晚，診所又係冇駐場醫生，得返怡君一個當值。就喺臨近閂門嘅時候，怡君喺櫃台埋完數，準備將啲錢放入保險箱，啪一聲，突然成間診所所有燈都熄晒，嚇到怡君揸住喺手上面嗰沓錢都跌咗落地。佢想行去開燈，但係又好緊張，想快啲執返跌咗落地嗰沓錢喎。梗係啦，縮咗數賠錢，真係大鑊過撞鬼噶嘛。怡君諗下，喺街出邊仲有其他鋪頭嘅燈光同埋街燈，藉住呢啲照入鋪頭嘅微弱光線，都仲係睇到啲嘢，未算係伸手不見五指。於是佢就諗住快快脆脆踎低執返嗰啲錢，先至再去開燈啦。點知左望右望，成沓跌咗落地嘅錢竟然憑空消失。怡君當時就緊張到唔知點算好，事關呢一筆錢數目都唔細嘅，如果真係唔見咗，都唔知點向老闆交代啦。方寸大亂嘅佢就好似盲頭烏蠅咁樣周圍揾，連嗰啲冇可能跌到落去嘅地方都揾過晒。但係突然間佢就有一個諗法，雖然佢都知道冇可能嗰啲錢會出現喺嗰度噶啦，不過佢都嘗試打開個保險箱睇一睇。點知一打開個保險箱，嗰沓銀紙竟然整整齊齊咁放咗喺保險箱嘅正中央。咁奇怪嘅現象，佢根本就諗唔到一個合理嘅解釋。再諗返之前秀英喺地下室遇到嘅事，怡君就更加驚。於是佢都行咗出去診所隔籬間便利店冷靜下，等到自己冇咁驚嘅時候，先至返診所執埋啲手尾。就係咁，診所陸陸續續就發生咗好多奇怪嘅事。不過基本上都係對人冇乜大傷害，而且怡君覺得喺呢度做慣做熟，工作量又唔算大，都叫做係筍工啦。只要唔落地下室，應該都冇咩事嘅。而且又冇理由因為診所懷疑有污糟嘢，所以辭職咁戇居咁荒唐噶嘛。再過咗一段時間，老闆出完國返嚟之後，決定改變診所嘅經營模式，聘請更加多嘅合約醫生返嚟，反而佢本人就更加少留喺間診所。新嗰班請返嚟嘅醫生好多都好後生，同阿文山怡君嘅年紀都差唔多，所以都算傾得埋。文山偶然接怡君放工嘅時候，都會同嗰班醫生傾幾句嘅。有一晚，文山見到冇咩做，於是就買外賣去揾阿怡君，打算一齊喺診所嗰度食埋晚飯先至返屋企。咁啱嗰一晚當值嘅陳醫生亦都叫咗外賣，打算都喺診所嗰度食埋先收工，所以三個人就一齊落去地下室嗰度食飯。亦都係因為有兩個男人喺度，所以怡君亦都冇咁驚，甚至可能係因為經過咗一段平靜嘅時間，冇咩古怪事發生，佢都已經唔係好記得之前喺個診所發生過啲恐怖嘢啦。本來大家就一路食嘢，一路傾緊 NBA 嘅話題，不過陳醫生就好唐突咁問咗文山一句：信唔信有另外一個世界？雖然咁問法係有啲隱晦，但係文山一聽就知佢就係講緊陰間同埋鬼魂之類嘅嘢。咁佢就答陳醫生，就話自己都好相信呢啲嘢嘅。陳醫生一聽到文山咁答之後，就好似鬆咗一口氣咁，
跟住就開始滔滔不絕講自己由細開始就已經有敏感體質，加上屋企人喺台南嗰度開咗間細廟，所以佢都接觸過唔少靈異嘢嘅。佢最初嚟到呢間診所掛診嘅時候，已經覺得自己係莫名其妙咁比起平時攰好多，成日都打喊路，落到去地下室情況就更加嚴重。除咗攰之外，兩邊膊頭仲覺得好重。初時佢都唔為意嘅，直到有一日診所得返陳醫生自己同埋秀英兩個人。由於當時冇咩做，於是佢就攞自己帶返嚟嗰部 PS4 落地下室嗰度玩。佢就坐喺梳化嗰度打機，打打下就瞓着咗啦。文山聽到呢度就講笑咁問嗰隻係咩機嘛，竟然可以有催眠效果咁得意？陳醫生就答佢唔關嗰隻 game 事，佢係好似突然斷片咁樣瞓着咗，而喺半夢半醒之間，佢聽到喺上層嘅秀英叫佢，就話有病人嚟咗，快啲出去應診。咁話晒佢都係醫生嚟噶嘛，有人求診就即刻要上去履行職責噶啦。不過正當佢想起身坐返正個人嘅時候，佢就發現自己全身都喐唔到。喺嗰一刻，佢仲聽到一啲怪聲，而呢啲怪聲唔似係腳步聲，而係比較似笑聲，但係又唔係好似人類可以發出嚟嘅笑聲咁。而呢一種怪聲嘅來源係由電視機側邊嘅更衣室嗰度傳出嚟。而當陳醫生仲係有啲呆下呆下嘅時候，突然間喺佢面前就出現咗一個黑色手舞足蹈嘅身影。呢個黑影就好似喺度跳緊舞咁，但係佢跳嘅舞唔係探戈，亦都唔係公園阿嬸跳開嗰啲健身舞。嗰個黑影雙手嘅位置同角度成直角90度，手掌向上蹬到直一直。過咗一陣之後，左右手嘅位置就開始變換，同埋嗰條腰就不停咁樣扭動。如果話佢係跳緊舞，咁呢一種舞步就似係泰國或者東南亞嘅傳統祭祀舞蹈。喺嗰一刻，陳醫生就有個好強烈嘅感覺，佢好清楚咁知道呢一個黑影實唔係啲咩好嘢嚟㗎喇。無奈佢嘅狀態就好似係俾鬼壓咁，唔喐得，亦都走唔甩。佢淨係可以眼定定咁樣望住嗰隻嘢喺度跳舞。最慘嘅就係嗰個黑影越跳就越黐埋佢度。嗰個黑影嘅身影好模糊，但係嗰塊面嘅輪廓就好清晰，甚至連啲五官係點都睇得好清楚。雖然話係黑影，但係陳醫生就好清楚咁樣睇到嗰個黑影係面色慘白，兩堂眉毛就好似係畫上去咁，仲要係畫得好誇張。佢嘅嘴唇睇落就係搽咗鮮紅色嘅唇膏，兩邊嘅嘴角向上戚起，好似就嚟裂開咁。雖然喺度笑，但係成個表情就係笑得好詭異。最恐怖嘅仲係佢對眼，好似一對逗號咁樣。咁即係話呢隻嘅對眼就唔係好似我哋一般人咁係打橫嘅橢圓形，而係一對打直極細嘅豆豉眼。聽到陳醫生嘅形容，你就知呢隻嘢淨係對眼都夠嚇死人啦。再加埋佢個口不斷發出一啲古怪嘅聲音，陳醫生就嚇到成身發冷，好似有啲寒氣罩住全身咁。就喺佢同呢隻怪物嘅距離唔夠1尺嘅時候，陳醫生嘅膊頭就俾人拍咗幾下，之後佢就全身都喐得返啦。但係由於之前太過繃緊，所以一喐得返，個身就好似抽搐咁樣彈咗一下。佢擰轉頭望一望，拍佢膊頭嘅就係秀英，而秀英亦都俾陳醫生嘅反應嚇咗一嚇，跟住就好唔耐煩咁話個病人等咗你好耐啦，你仲攤喺梳化嗰度發吽哣做咩啊？陳醫生即刻四圍望，而頭先近在咫尺嘅黑影已經唔見咗，於是佢就問阿秀英喺落嚟地下室叫佢嗰陣有冇見到啲咩啊？秀英就冇佢咁好氣咁答，就話咪見到你眼定定攤咗喺個梳化度咯。正當陳醫生想開口繼續問嘅時候，秀英就即刻打斷佢，
就話如果陳醫生想講啲咩恐怖嘢嘅時候，就麻煩佢收口啦。秀英佢一啲都唔想知啊。而陳醫生聽到秀英咁決絕，似乎阿秀英係知道啲嘢咁，所以佢都唔再講落去啦，跟手就上返樓上開始幫病人診症。聽完呢件事之後，文山就覺得有啲懵懵地啦。家陣大家都喺地下室食緊飯噶嘛，自己仲坐住嗰張梳化。陳醫生就喺呢個時候就講話，曾經佢喺呢度見到隻咁恐怖嘅嘢，咁唔睇場合講嘢嘅，呢條友係咪路噶？搞到阿文山即刻冇晒食慾啦。唔識得睇人眉頭眼額嘅陳醫生仲喺度繼續講，就話發生完呢件事之後，佢就打電話去佢老家，亦即係喺台南經營廟宇嘅阿爸求救。而陳醫生得到嘅回覆就係返工嗰陣時一定要帶實之前阿爸俾佢嘅護身符，咁就會冇事噶啦。食完餐飯又聽完件咁恐怖嘅嘢，文山嗰一刻就覺得嗰個地下室真係好唔妥，於是佢就同怡君返屋企嗰陣就叫阿怡君以後冇必要就千祈唔好再落去地下室啦。過咗幾日，陳醫生忽然就話想轉去台南做嘢，佢嘅理由就係話方便照顧屋企，所以就辭職唔做啦。本來人事變動呢啲嘢就好平常嘅啫，不過之前聽到陳醫生喺地下室發生件咁嘅事，唔多唔少都會覺得佢辭職唔撈，其實就係同靈異事件有關嘅。又再過咗冇幾耐之後，有一日本來有個病人就預約咗做手術嘅，但係做手術嗰個醫生就臨時有事請假，結果嗰個手術喺一兩日之前就已經取消咗。之但係一向做手術係要預多啲人噶嘛，所以喺嗰日就一早編排咗啲人手返晒嚟。雖然手術係臨時取消，不過又冇理由即刻 cut 人叫人哋放假嘅，所以編咗更嘅同事都係會照返工。咁怡君知道嗰日大家都會無無聊聊冇咩做，於是佢就帶隻狗仔返去診所同大家一齊玩啦。喺呢度都要講一講嗰隻狗仔點嚟先。怡君嘅家姐就養咗一隻法國鬥牛犬，都幾醒目得意嘅。而通常養寵物嘅人都會買啲寵物專用嘅監控鏡頭，一來就可以隨時隨地睇住自己嘅寵物，二來有啲寵物鏡頭除咗可以喺好遠嘅地方睇住自己寵物嘅安全之外，仲可以透過部 cam 嘅附屬螢幕同隻寵物傾下偈，甚至仲可以幫主人做埋餵食嘅工作。怡君嘅家姐就係買咗呢一種 cam 啦。當然怡君都好中意呢隻狗仔啦，佢有時都會問阿家姐借隻狗仔返屋企玩幾日嘅，咁借得狗仔咯，就順便借埋部 cam， 方便佢返工嗰陣都可以睇住隻狗仔啊嘛。再講返去到手術取消咗嗰日，怡君就係帶埋隻法鬥同埋部 cam 返診所度同大家玩。喺嗰一日，大家就同隻狗仔開開心心咁樣玩咗成日。當然喺夜晚放工之後，怡君就梗係帶隻狗仔返屋企啦。不過一入到門口，佢先至記得部寵物 cam 留咗喺診所喎。怡君就好緊張，因為始終部嘢係屬於家姐嘅。但係文山就覺得冇咩大不了，反正診所落閘鎖咗門之後，都冇人入到去偷嘢噶啦。就算係偷，都唔會偷部 cam 咁小兒科啦。聽日返診所攞返咪得咯。擺低晒啲嘢，佢兩個食完宵夜，再睇咗陣電視，之後就返房瞓覺啦。怡君好快就瞓着咗，不過嗰隻法鬥嘅鼻鼾聲就好大，嘈到文山瞓唔到。咁當然就冇可能向隻狗仔發脾氣噶啦。但係與其自己喺張床碌嚟碌去瞓唔到，咁不如落床打陣機先啦。於是文山就坐咗起身，不過喺呢個時候佢就見到怡君放喺床頭嘅電話喎，唔知點解佢就話自己喺神推鬼拱之下攞起咗部電話，開咗電話入邊嘅寵物監控 app， 八卦想睇下深夜嘅診所係咩情況。而事實上，究竟佢係咪想 check 阿怡君嘅電話，但係又唔覺意撳錯掣，撳咗落睇 cam 個 app 度，
定還是佢真係有種八卦偷窺癖，想睇下間診所三更半夜有啲咩，咁就唔知啦。總之就係佢開着咗個 app 嚟睇啦。熒幕上面顯示嘅就係診所嘅醫療室，喺成個黑麻麻嘅環境入邊，再加上綠色嘅緊急出口燈，睇落去雖然有啲詭異嘅感覺，不過望咗一陣都冇咩特別事發生啊。雖然口講就話唔想撞到啲污糟嘢啫，但係實際上好鬼鍾意作死嘅文山個心就喺度諗，如果個 cam 放喺地下室就好啦，話唔定可以見到啲特別嘢呢。咁當然個 cam 就冇腳嘅，唔會識得自己走落去地下室，所以佢都係得個諗字嘅啫。正當佢覺得冇嘢睇，打算刪 app 嗰陣，突然間喺緊急出口嘅綠色光前面有一個身影閃過，而喺畫面上邊嗰個身影竟然係由緊急出口嗰度慢慢行入去醫療室。首先佢就行到去畫面嘅右手邊，嗰個黑影隻手仲特登掂咗嗰張診療凳一下，而嗰張凳亦都喐咗一喐，然後個黑影又慢慢行到醫療室中間企定定。文山當時個心仲喺度諗，呢一個係邊個嚟嘅呢？會唔會有賊入咗嚟咋？於是佢就用手指拉大個畫面，打算就 zoom 近啲，睇清楚呢個究竟係人定係鬼。文山就將個畫面越 zoom 越近，再拉近到去黑影嘅上半身。嗰個黑影突然間擰轉頭望住個 cam， 感覺上就係同文山四目交投。文山嚇到連電話都差跌落地啊！佢心諗，唔通隻嘢發現到個 cam？ 佢又再偷偷望咗一眼電話嘅熒幕，佢見到嗰隻嘢就企咗喺鏡頭前面，正面望住個鏡頭。文山就嚇到成身打晒冷震，唔敢再望個畫面啊！佢嘗試慢慢移動自己嘅手指，打算喺唔睇 mon 嘅情況下刪咗個 app。不過突然間喺個電話入邊傳出一啲怪聲，而嗰啲怪聲就係陳醫生形容過俾文山聽，佢喺地下室俾鬼砸，見到嗰隻跳舞怪物嘅時候聽到嘅聲音。人就係咁犯賤噶啦，話咗唔睇，但係又控制唔到自己嘅好奇心。文山又再忍唔住咁樣去望個畫面，佢見到除咗鏡頭面前嗰個黑影之外，個黑影嘅身後仲有另外一隻嘢，用好慢嘅速度喺度跳一啲古怪嘅舞，而睇落去嗰啲舞步就係同陳醫生描述嗰個地下室黑影所跳嘅舞真係好相似。而喺鏡頭嘅側邊睇落仲有好多黑影喺度喐嚟喐去，咁即係話診所入邊嘅疑似靈體唔止一隻咁少，可能係好多隻啊！已經震驚到講唔出嘢嘅文山定晒格，硬晒軚，成個人就真係好似俾鬼砸咁。佢想連熄咗個電話 mon 都做唔到，而就喺呢個時候，佢感覺到有啲嘢撩佢嘅大髀，死啦！唔通診所嗰啲嘢已經透過隻 cam 連接住個手機，再去到佢同怡君嘅屋企搞佢？耷低頭一睇，原來係隻發鬥，咁都好啲。不過睇清楚，隻發鬥好似好驚咁樣，攝咗入文山嘅大髀嗰度匿埋，亦都好好彩，就係因為隻發鬥分散咗文山嘅注意力，所以佢就喐得返。跟住文山就好快手咁樣熄咗個電話 mon，帶埋隻發鬥行咗出廳度坐啦。雖然已經遠離咗部電話，不過文山都仲係凝住，佢諗緊診所嗰隻嘢，其實係咪已經見到佢？嗰隻嘢有冇可能透過無線網絡去跟住佢呢？佢就越諗越驚，驚到成晚都瞓唔到，就係咁坐喺個廳嗰度等天光。尋晚睇完個 app 都嚇到文山半死，第二朝佢就叫怡君請假唔好返診所啦。不過怡君就話當日老闆會返診所，唔返唔得㗎。咁文山就唯有喺上晝盡快搞掂自己手頭上嘅工作，下晝就向公司請假趕去診所，因為佢擔心怡君嘅安全。就算唔係有啲咩即時威脅，如果喺診所嗰度真係有大量古怪靈體，咁樣日對夜對法，總有一日會出事噶嘛。
所以佢就決定要將成件事講俾診所老闆知，希望大家一齊諗辦法搞掂佢。下晝去到診所之後，文山就喺大家面前講返由秀英、怡君辭咗職嘅陳醫生同埋尋晚自己喺寵物 camp 入邊見到嘅嘢，而在場嘅所有人，包括啲員工，聽完之後都打晒冷震。秀英亦都頂唔順，嚇到話要辭職。不過喺文山攤開成件事講出嚟之後，在場有幾個兼職醫生都立即話佢哋見過嗰隻跳舞鬼喎，不過都只係偶然聽到怪聲，同埋眼尾睄到個黑影喺度跳舞，而唔係好似陳醫生同埋文山咁樣撞到正睇得咁清楚。正常嚟講，如果診所個老闆唔知道內情，又或者佢本身唔信邪嘅話，就肯定對阿文山大發雷霆。因為喺佢嘅立場嚟講，無啦啦呢條友走入嚟我公司，不斷散播謠言，嚇走我啲員工，真係會同你死過噶嘛。只不過診所老闆一路都淨係粒聲唔出，企埋一邊聽住大家討論件事。冇幾耐，佢就行咗出去診所門口，傾咗一個好長嘅電話。收咗線之後，佢就一支箭咁樣飆落去地下室，用報紙包起咗一件睇落好似係花樽咁大嘅嘢。上返嚟之後，就向班員工道歉，仲封咗啲利是俾在場嘅每一個員工。一睇到佢咁做，係人都覺得有啲嘢啦，亦即係話發生緊咩事，老闆係心知肚明嘅。驚還驚，嬲還嬲，要八卦嘅都仲係要八卦。在場嘅人個個都好好奇，老闆究竟做乜嘢要拎走嗰嚿嘢，仲咁神秘用報紙包到實嘅？只不過老闆就係唔想俾人知嗰件係乜嘢嚟，用雙手好刻意咁樣攬到嗰件嘢實一實，然後就宣布當日提早收工，叫大家去公廟嗰度拜下神收下經。咁成班員工就又驚又莫名其妙咁樣收咗工啦。放咗工之後，文山、怡君同埋秀英佢哋三個一齊去咗位於台北市中山區嘅行天宮，而行天宮又可以叫做恩主公廟，又或者係台北關帝廟。拜完出嚟之後，怡君同埋秀英就話舒服咗好多，成個人好似輕鬆晒咁。跟住佢哋就揾間餐廳坐低食飯，佢哋一路食一路傾偈，傾下就開始估啦。究竟老闆頭先帶走咗嗰件嘢係咩嚟嘅呢？秀英佢就估嗰件嘢應該就係放喺地下室電視機側邊嗰個千手觀音擺設，怡君就估應該係地下室更衣室入邊嘅一個花甕，而佢所講嘅花甕即係好似甕缸咁樣嘅大花樽。不過唔理嗰樣嘢係咩都好啦，喺嗰一刻佢哋見到老細搬走嗰嚿嘢，咁即係話佢會處理噶啦。反而睇返佢哋自己就乜嘢都做唔到，淨係可以入廟拜下神，咁就梗係唯有希望診所之後就唔會再發生啲咩古怪事啦。咁嗰一件嘢到底係啲乜？其實就等佢哋第二日一返工，返到去睇下有邊件嘢唔見咗，咁就一清二楚噶啦。但係老闆當晚就通知所有員工，同大家講放假放到星期一，仲叫所有人喺星期一之前都唔好返診所，因為佢有啲嘢要喺診所嗰度處理。咁老細叫到都冇辦法噶啦，加上要八卦都唔急於一時，所以就唯有再等多幾日，等放完假返去先至再睇下係咩環境啦。不過係一班員工嚟講，無論知唔知道佢拎走咗件乜嘢都冇所謂嘅，總之就有件嘢消失咗，然後平平安安繼續返工搵銀就得噶啦。但係當所有人都係咁諗，以為跟住落嚟就淨係需要食下花生，冇咩驚嚇嘅時候，殊不知件事係越搞越大啊！但係呢件事咁複雜，牽涉嘅人又唔少喎，一次過講你聽，怕你難消化，所以就等聽晚我繼續再講你聽啦。今次就講到呢度先，多謝你嘅收聽。如果你有嘢想分享，就請你聯絡我。有咩想聽就講我知。我哋下次再見啦。